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过去我伫67集捌讲过台湾人耍水的历史，迄时有讲到台湾大部分的人本地是惊水，后来是受到日本人的影响，才学会晓去海边啊耍水。迄时大部分的日本人拢住伫台北，所以北部的海水浴场嘛袂少。最近我看到台南市政府搁要伫海边啊起游乐园的新闻，特别今日来甲大家了解古早台南人因的海水浴场是伫倒位，生做啥物款。自荷兰人迄个时代，台江内海就是为外面来的船啊，要入来到台南府城上重要的通道。府城靠海，也嘛有足侪甲海有关的经济活动。虽然讲过去的人惊水，袂去耍水，毋过自古早一寡文人，因就真爱看海，也是听海的声。大清时代的台湾北境，都有5个景色拢伫台南，2个是会当看海的凉亭啊，这之前嘛有讲过。也阁有3位，就是看海的所在：安平湾渡、沙昆渔火、甲鹿耳春潮。这3个所在伫倒位？安平湾渡就是讲安平镇到府城这种暗时啊的船啊。沙昆渔火是咧讲台江内海昆新沙洲，以暗时啊点电火渔船，为大昆新到七昆新。鹿耳春潮就是春天的时阵，伫鹿耳门港遐看海，迄位是今日安南区鹿耳门溪附近。大清时代的人爱看海，毋过真正会去海边啊耍是日本人教的。日本人接受西医的讲法，去海边啊运动活动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所以就开始吹杀海边啊耍水。伫67集的时阵，我嘛有讲到学校安怎带学生啊去海边啊上课，所以日本人来真紧就有海水浴场。第一个是1902年起伫基隆大沙湾海水浴场。嘛是法国兵啊入来到台湾迄个所在，所以迄搭嘛号做高马海滨。后来海水浴场愈设愈多，无几冬伫1909年的时阵，台南嘛设一个安平海水浴场。后来也阁有喜洲海水浴场甲湾里海水浴场。伫台南这3个海水浴场的所在拢无离外远，就是为大昆新到七昆新这个所在。什么是昆新？这个名时常听到，只是毋知影是啥物物件。昆新本地是咧讲海边啊的沙洲，昆的身体昆新。因为台湾西边沿海拢透北风，所以海边的沙洲大部分是北边较悬，南边较低。远远看，像一只大只鱼啊，会较只边浮出来伫海面。鲲就是大只鱼的意思，鲲身大只鱼的身躯，所以为顶面到尾啊分做7部分。根据册内底讲，昆新这个所在是土骹拢有泉水，所以自18世纪的时阵，就拢有人咧住。大昆新到七昆新的所在，虽然无足确定的，毋过即摆讲法是按照顺时为北到南，就是安平；二昆新是炮台的所在，3昆新就是渔光岛。刷落来4昆新、喜洲、湾里、甲白沙仑。上尾白沙仑即马已经属伫高雄市。
这个所在真早就有住落，所以大清时代就足闹热的。第二昆新遐就起一个炮台要塞。日本时代开始伫遐大量饲鱼仔有鱼温，伫遐嘛有山岩，边仔都有鱼市。后来日本人就伫遐起一个海水浴场。伫日本时代海水浴场去的人是愈来愈侪，根据统计一直到1938年的时阵，全台湾已经有25个海水浴场。台南的是先起伫安平，毋过要设海水浴场这个观光地点，就要交通方便，人才会去。为安平到台南府城这段路真早就有啊。大清时代是为着要甲货为港口运入去到府城，所以开一条细条路。日本时代甲别个所在做路相共，原因是日本兵仔入来台湾开始做路，主要是为着要互军队的设备会当较紧送到位，嘛为着要预防伫路人莫去互台湾人攻击去。所以因来到台南第二冬，毋若起路，是起一条轻便铁路，就是会当塞台车的路。为镇台个迄个所在，军队的补给厂通去到安平。后来这条路嘛开放，互民众会当坐台车，佮改造变做2条路线。所以这2条轻便车的路线，互府城送货也是载人去到安平，加真方便。1909年，安平港边仔的海水浴场开幕的时，旅客就是为台南车头坐轻便台车去到安平，再佮为遐坐船去到海水浴场。百外冬前的海水浴场开幕就足闹热的，因办的活动比即马想会到的佮较侪。除了会放烟火，也佮有各种比赛，也嘛会扣落嚟卡比赛，会放水灯佮坐顶船。因为去海水浴场的人愈来愈侪。1-2冬了，就加去百外间换衫甲浴巾啊，洗身躯的所在，休困的房间嘛豆豆增加。迄时也阁有便当通买，嘛有食咖喱饭的餐厅。1911年，安平的海水浴场已经甲淡水、基隆的海水浴场拢变出名。伫日本人的心目中，拢算是台湾一流的纳凉场所。若是天气热，佮拄着放假的时阵，一日入去的人就有400-500个。毋过台南的沙洲真紧受到天气、气候甲环境变化的影响。安平海水浴场因为是对沙洲，所以海水加较危险。热天拄着大风大雨，安平时常嘛会淹水，海水浴场的沙嘛会去互冲走去。风影若较大的时阵，规个海水浴场就变真垃圾。真紧1912年，台南为西市到起球的轻便铁路嘛起好啊，所以因就去规划新的起球海水浴场。这条轻便台车的路，主要是甲原里的鱼仔甲盐送去到台南的旧市街内底西市，因为交通方便。所以伫遮嘛设一个起球海水浴场。遮无相共的是，海水浴场的边仔阁有一间咧做盐的工厂，观光客会当顺续参观这个做盐的产业。因为这个所在交通方便，所以去的人嘛袂少。王玉德的自传内底都有写着，伊读台南一中的时，去起球海水浴场坐巴士就会到啊。毋免像要去安平海水浴场安尼，就爱去换船啊。对台南规个发展，1929年原里的海水浴场嘛开幕，阁无几冬，1933年的时阵，已经有会使开游览车的车路，民众都毋是坐台车，也是坐船啊去到海水浴场，因会当直接坐汽车为市区去到原里的海水浴场佚佗。上头设的安平海水浴场嘛，无因为有新的2个浴场，就怎无去。
后来佫换人经营了，日本政府投资佫较侪钱去起新的设备。1939年，安平港的另外一边，除了有海水浴场以外，有洗身躯、休困，佫有餐厅，也嘛有规划起野球场、网球场、海族馆、骑驴社。迄时方面化运动的活动是真济，所以真济人拢伫安平海水浴场这个所在办讲习会、训练会。战后全台湾耍水的地点，因为海防的原因拢关起来，去海边佚佗受到政府的管制。台南这3个海水浴场嘛停止营业。这中有一段时间是美军伫韩国甲越南烧战的时阵，1960年代，伫迄段时间内底，嘛有美军伫台南，因的家属会去海边佚佗。所以遐就有整理一个特别互因去佚佗的海水浴场，人甲号做小美军海水浴场。美军离开台南了，有一段时间安平的人嘛会去遐佚佗。后来是台南市政府为着要起安平港的大路，嘛甲这个所在关起来。台南佫开始整理海边啊，互民众会当去佚佗。那为第一个安平海水浴场算起，是差不多100年以后的代志啊。是先有黄金海岸，后来佫有昆新海水浴场。最近渔光岛嘛真侪人去。毋过台南遐地势甲水影拢较危险，所以海边啊毋是随时拢会当去耍水。电岛员工宣传的时阵，拢会结合当地的一寡古迹，像大昆新、安平遐是热兰热城，二昆新有这个炮台。特别的是，昆新这个所在真古早就有聚落有人住，所以有真侪间真有历史的庙，像昆新的龙山寺，是全台湾上早拜清水祖师的庙。是1665年就有啊。喜树的万香经是1739年起的，拜的是大天顺手、叶、朱、甲李三府的千岁。晚礼的叫做万年殿，嘛是拜这3个千岁王爷。喜树甲晚礼离足近的，也嘛拢拜相共的神明，是安怎分做2间？我伫山顶看到一个真古水的故事，讲这2个所在的人有一天看到一只为海顶来到海岸的王船，内面藏3仙王爷。因为喜树甲晚礼的人本袂平，大家拢想要提转去拜。到尾啊，是3仙王爷藏伫喜树遐，王船转晚礼的人砸转去。这几间庙有啥物好看的？除了是真古早的古迹以外，进前我伫168集有讲到台湾庙林有真侪艺术家的画作，台湾上出名的寺庙画师拢是台南人。伫这3间庙内底会当看到潘丽水、蔡楚如、施丰益的作品。晚礼万年殿因为有这只王船，所以因12当会做一摆王石大典，这个典礼真出名。这个做石的活动是几若个月，这只王船到上尾会出巡去踅二人溪的聚落，二人溪过去或做二站航溪，溪水也未污染的时阵，这只王船出巡是行水路。有人会用收水的来牵这只船，后来用船啊来游这只王船。尾啊是因为这条溪受到污染足严重的，佮行王船行伫水顶会去交到电线甲别项物件，所以船改行伫地面。伫路人的时，王船出巡变做用人咧拖，别位做石的王船是会烧掉去。代表甲这世间无好的物件、歹物啊，拢总烧烧去。万年殿的特色，就是因的王船是出来踅景，了个会送入去庙林坑，所以袂甲烧掉。
小气的是另外一只做的。我上尾一摆去台南的海花市去黄金海花，迄是10几年前的代志。即马看介绍，我上想要去的是四昆新的天桥。这个桥真长，有70公尺。我想若是寒天天气好的时阵，伫桥顶散步，看海边的景色，应该是真舒适。有关台南海水浴场的研究甲文章真少，今日主要是参考王依如老师的论文。我逐礼拜放送一集，是无可能家己去做研究。节目内底的内容是我去找资料整理出来尔。毋过安尼会当讲的主题，拢会受到资料的限制。像我就发现讲，台北的研究加真济，别个所在就较少啊。这集我学到真济台南甲安平的地理知识，真趣味。毋望未来会当讲佮较济地方的故事。这期电子报已经寄出去啊，我按算月底会佮寄新的一期。大家看了若有啥物意见，拢欢迎来甲我讲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平台留5粒星，也是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EC Pay连结。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